大家好，我係 Karen 黎子敏，係 Arup 負責帶領香港物流及營運顧問團隊嘅 Associate。我喺呢個行業已經有15年嘅經驗啦，好感恩一畢業就加入咗 Arup。而我第一個 project 就係參與香港國際機場 Terminal 1嘅行李運輸帶設計，可以話係呢個項目為我打開咗物流事業嘅大門。之後我不斷接觸唔同種類嘅物流項目，推動住香港物流運作嘅演化。我一直相信設計得好嘅物流係無聲勝有聲。雖然大家未必察覺得到，但係佢係默默咁支持住整個城市嘅運作，令我覺得呢份工特別有意義。做物流顧問有好多項目係冇標準答案，好感恩有 Arup 全球團隊嘅支持，大家都好樂意分享經驗，令我可以參考唔同嘅做法，應用翻喺自己嘅項目身上。而每個成功物流項目都印證住 teamwork 係不可或缺嘅一環。除咗顧問團隊，仲有營運方、供應商、工程師，以至監管機構，每一位持份者都扮演住重要嘅角色。大家互相配合，共同解難，先可以將項目真正落地。我堅持永不放棄嘅信念，每一個難關會令我變得更強。而呢個世界永遠都有好多挑戰，有未知，有令你懷疑自己嘅時刻。只要繼續堅持、努力，回頭一望，你會發現自己已經行得好遠。物流唔再係大家印象中嘅倉庫同埋貨車，而正經歷緊一場數碼革命。AI、物聯網、自動化技術正喺度 reshape 緊成個行業，令流程更加快、更加高效，推動成個城市嘅基建、醫療系統、零售業嘅供應商轉型。我想同新一代講，物流唔單止係運送咁簡單，而係聯繫住人、物、系統同未來嘅橋樑。希望大家加入物流行業，一齊推動創新，聯繫世界，共創更美好嘅未來。憑住喺機械工程領域上嘅專業知識同埋經驗， Karen 曾經帶領多項應用人工智能嘅創新項目，包括喺香港公立醫院引用90部配送機械人，同埋推動香港國際機場第一個自動化行李寄存系統。評審委員會非常欣賞 Karen 勇於突破傳統框架，將工程技術應用到跨界別領域，推動到各行業，包括物流業，邁進智慧化發展。